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主力係點樣運作一隻股票嘅呢？主力首先要建倉同埋吸籌。咁點樣去建倉呢？首先我哋要知道嘅就係、主力嘅建倉方式不外乎6種：橫盤式建倉、打壓式建倉、雙體式建倉、反彈式建倉、漲停式建倉、拉高式建倉。至於主力到底要用呢6種建倉方式嘅邊一種，係取決於當前嘅環境嚟到做決定嘅。睇下邊一種建倉方式更容易慳時慳力咁樣攞到足夠多嘅籌碼。就好似呢一隻股票，一眼望去籌碼瞓喺度唔喐。如果一隻股票嘅籌碼躺平，成交平淡，要吸收籌碼嘅好辦法就係拉高再建倉，咁樣吸籌，股價自然會拉上去。但係唔可以拉得太多，盤中拉一段時間就要放手，放手股價自然就會回落，回落就會出現上影線。注意呢個時候成交量係出現咗堆量嘅情況嘅，吸收嘅籌碼越多，放嘅量就越多。建倉之後就係洗盤嘅開始。洗盤嚟講，股價可以係橫盤唔喐，咁樣既可以做個 T 降低成本，亦可以消磨跟風盤嘅耐心。而洗盤過後，一般會有試盤嘅動作，而呢一條就係試盤線。主力盤中試探將股價拉升，係為咗感受上方嘅阻力。如果上方嘅阻力細，就直接開始進攻；如果上方嘅阻力大，就放棄拉升，股價回落。上影線嘅回落，上方嘅阻力大，咁主力就要繼續洗盤。股價橫盤冇洗乾淨，咁就要繼續回調，繼續洗。但係無論點樣洗，主力嘅建倉成本區域係唔可以跌破嘅，亦即係呢一個區間。當然，主力嘅成本亦有可能係通過做 T 變得更低。咁主力洗盤到底要洗幾耐呢？洗盤洗完之後就係試盤。直到呢一日出現上影線嘅大陽線，成交量放大量，就係試盤嘅痕跡。咁係咪試盤之後股價就會拉升呢？其實主力都唔知道幾時會拉升，因為主力除咗試盤之外，仲會等一個利好嘅時間點。咁樣主力喺啟動嘅時候，先至會迎嚟跟風盤，幫助股價拉升。好風憑借力，股價上青天。咁呢個利好嘅時間點幾時先會嚟呢？利好點一到，主力就會點火拉升股價，出現首板，冇乜嘢比漲停板更容易煽風點火，助力股價。但係如果主力想要喺呢一隻股票上面有一番大作為，必須要突破試盤回落嘅壓力線，亦即係呢一個位置。喺股市切記，目前我哋喺呢一隻股票上面所做嘅一切都係合理嘅推測。既然係推測，就一定要得到市場嘅驗證，無驗證寧可不交易。然後二板突破前面嘅壓力線，因為二板嘅突破成功，驗證咗我哋前面所有嘅合理推測。拉高建倉，橫盤洗盤，回調洗盤，護盤唔跌破成本區，再次試盤，首板問路，二板突破，全部得到咗有效嘅驗證，所以可以上車。後面股價一路起飛，呢個就係主力運作一隻股票嘅過程。首先係建倉吸籌，建倉後就係洗盤，洗完之後就係試盤，等利好點火拉升，拉升後就係出貨。好啊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，股市長紅，2026年大家都係越嚟越好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